少君，您为何要将除苏木以外的越人转赠给二郡主？自然是为了让我们的探子继续打探消息。少君英明啊，小的还以为您是想给三公主造势，故意送一些越人到二郡主府上，败坏她的名声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为三公主求得苏木，三公主心里感激您。我听说三公主花重金寻得一把古琴，想必是送给少君的谢礼。难得陈芊芊想讨我欢心，一会儿她来送东西，咱们装出很惊喜的样子，成全她的这份心意。也别告诉她，我不会负气。少君考虑的周到。少君，三公主，我们少君在这儿呢。啊，早上好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啊，刚刚听到少君咳嗽了，注意身体，多喝热水啊。哎，你说裴恒能喜欢我送这把琴吗？当然不会了，裴思学特别讨厌弹琴。你忘了，在您小的时候，每逢佳节宴请，都会要求裴思学现场弹琴，以示咱们花园女子的威严。所以人家，所以就留下心理阴影了。那可不嘛，怪不得这么讨厌我，那我就更得送琴给他了。白吉，你刚才说琴是送给谁的？请再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你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从小最不喜欢的就是琴。是吗？你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弹琴能够抒发性情，你最喜欢了。我送你的这个琴可是名师制作，好琴配佳音嘛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开心我就会开心的。我知道，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越人才喜欢弹琴取悦女人。你不愿意被世俗束缚，宁愿不弹，还假装出一副不喜欢的样子，是不愿意成为取悦别人的工具。像你这种学识丰富、品行端庄、又有头脑又有才华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在乎这些世俗的眼光。其实，苏木也是一样，他并不想待在教坊司。没事儿，你考虑考虑，不管你最后愿不愿意留下苏木，我都希望你能够遵从本心，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怎么样了？决定了吗？裴思学答应了没呀？三公主能有这份心意，小的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这日后，若三公主有空，能常去那教坊司看看小的，就可以了。裴恒留下你了。